上帝创造爱咸园，爱咸园内底有一丛花名树，阁有一丛被神恶的树。阿当甲夏娃做看守的工作。有一天，上帝对阿当甲夏娃讲：这所有的果子恁拢会当食，敢若有这丛树的果子恁袂当食，嘛袂当摸，若无就会死。阿当甲夏娃拢真听话，所以因伫个爱咸园内底有通食，有通佚佗，生活过到真快乐。有一天，蛇爬伫一丛树的顶面，对阿当讲：夏娃，紧来食，这丛树的果子真好食，你紧来食看卖。夏娃对蛇讲：每一日，上帝讲过，这园内所有的果子，我拢会当食，独独这丛树的果子，咱袂当食，嘛袂当摸，若无就会死。马啦，恁袂死，恁食了会甲上帝共款有智慧哦。夏娃想到蛇伊看着食，搁着阿当食，两个人食了，发现家己拢无穿衫，赶紧摕有诶个树的叶仔来做裙。一个时阵，上帝来爱咸园散步，伊无看见阿当，就喊：阿当，你伫倒？上帝，我伫遮，我无穿衫，毋敢见你。上帝讲：谁讲你无穿衫？讲你去食我吩咐你袂当食的果子，迄是互我捡互我食的。阿当讲：夏娃真正是你做的吗？上帝啊，迄是蛇诱拐我，所以我才会食。上帝讲：蛇，你紧来做这款代志，我要互你受到咒惨，互你一世人用巴肚抵涂骹白。上帝搁对夏娃讲：夏娃，我要大减去你大巴肚生囝的痛苦。上帝搁对阿当讲：阿当，你记得听富人人的话，食我袂当食的果子。土地因为你受到咒惨，你爱一世人流汗劳苦打拼建造，才会当对土地抵着食。上帝讲了话，就甲因赶出爱咸园。上帝搁伫爱咸园的东边是个基路伯，甲会四面发火的镜，来看守万命树的道路。这是阿当甲夏娃的故事，嘛是人类原罪开始的故事。多谢大家。